喂，试音，麦克风测试，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
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请我们一起来轻颂主在圣殿中。请听上帝的话。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上帝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上帝啊，你是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上帝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齐聚在这里来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今天早上你仍然赐给我们美好的时间，弟兄姐妹们齐聚在这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从聚会的开始到末了，都有你的引导。也祈求主，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仍然能够靠主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求主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掀起复兴的能力，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主的话语领导之下、引导之下，能够齐心合力，我做主的工，能够复兴我们的教会，能够高举你的国度。我们这样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请我们一起用诗歌，我们来赞美神。新灵粮诗选63首，赞美全能手，全能神，我们坐着唱全首。你
接着，请弟兄们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在主的面前再次宣告我们的信仰。请。请坐。荣耀颂。请坐。接着，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在诗篇124篇。白色的字由我来念，黄色的部分由弟兄姐妹来印。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感谢主。请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做下面这一段公祷。我们用祈求上帝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来成全我们所要呼求上帝帮助我们的事情。我们为中东的国家来祷告，他们在这个混乱的局势里面，能够得到上帝的垂怜，祈求主的帮助。我们也为卫理公会、我们的各堂会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卫理公会在地方上能够做光做盐，为上帝的福音来努力。我们也为我们台湾各级首长，还有在进行的
一些事情都有主的看顾，也求主帮助我们国人同胞，在我们所生长的地方，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能够走在主所喜悦的正道。我们为台湾各级学校，还有我们的儿童，还有我们的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我们一起来关心祷告。最后，我们为着政府做防疫的工作辛苦，能够得到目前美好的状况，我们也献上我们祷告，我们也纪念在防疫当中为国人同胞辛苦付出的各级单位，我们也勉励我们自己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在我们的本分里面，我们能够坚守主的教导，坚守我们所应该做的防疫的工作。这样我们全部都是的祈祷，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一起用主的祈祷文，我们来祷告，请。接着，我们请品存弟兄来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姐妹们平安。本周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7章1到6节，以及9到10节。以斯帖记第7章1到6节，以及9到10节。以下由我来为各位攻读。第1节起，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2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皇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敌人万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擅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2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末底改做了5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末底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以上是第1经课。第2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雅各书第5章第13至20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5章第13至20节。第13节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了许多罪。以上是神的话。接着，请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9章38节到50节。圣经这样说：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42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2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2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当有盐，彼此和睦。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他所要分享的题目叫做“该去掉的，当有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在上帝面前，我们来做礼拜。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其实得来不易的一个很好的状况，就是台湾现在的防疫状况已经越来越好了。所以当然，我相信很多人也听到政府单位也有考虑要降级的部分。我们期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台湾能够真的守得很好，然后让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做礼拜，或者是工作、生活，还有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蒙恩，没有受到极大的影响。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大得平安。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当然也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有很多人生活习惯要开始改变了。我们不得已一定要戴口罩了。那前几天我们家师母就跟我讲，她说她发现最近有一些东西比较节省了。我说什么东西比较节省？她说这个因为这个
要戴口罩，所以他就开始不用涂口红不用化妆之类的东西。所以他说有些东西是节省了。那当然每一个人的节省的状况不一样因为像有时候男生也想说要节省一下，像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如果不要刮胡子的话，反正这个口罩戴着也没有人看到，就不要刮了可是真的没有想到说，过了几天之后还是受不了，那个胡渣还是太多了，所以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即使没有人看到，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的。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是我们应该要去整理的，应该要去这个仪容，要去这个整顿的，要整理的，还是要去做，因为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正直是什么？正直就是即使没有人看见，仍然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叫正直所以即使没有人看到，可能也许没有人看到这个口罩下面有没有刮胡子，但是该要刮的时候还是要刮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要太介意我们最近刚过中秋节，各位知道中秋节我们最常吃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吗？月饼嘛，对不对？好，有一个人他就去这个糕饼店去跟这个老板买月饼，然后买月饼的时候，他一直问老板，他喜欢进口的，他说：“老板，请问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月饼是不是进口的？”他一直问老板，一直问老板，老板受不了，他说什么？当然是进口的，你有看过月饼塞在鼻子里面的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外国的东西比较好，外国的东西比较美丽，或者是它的包装比较好，好像认为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很多人追求的是这个东西，但是却不是追求那个实际上跟实在的。所以不管是进口的月饼，或者是台湾自己制造的，或者是哪个地方只要能够卫生安全，其实每一个月饼都是很好吃的。当然要节制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节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有时候多吃了那一口，可能搞不好体重就在增加了。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好好的爱惜跟管理自己的身体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拿起圣经来，我们来用圣经的话，我们读经的话来祷告。好，往前一张，前一张。好，我们一起用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用这个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最近在台湾流行一句话叫做断舍离。什么叫断舍离？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把它丢掉的，或是要离开的，或者是要去处理掉的。那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话让我觉得有一些感受，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意思。他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有些东西是要扔掉的，那有些东西是要拥有的。什么叫做要扔掉的？他说第一个叫做没有意义的酒局，很多人会去这个应酬，或是会去吃喝，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一定要去的，或是不需要一定要去参与的。所以没有意义的酒局，这个是可以不用去就是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的活动。还有不爱你的人，其实也可以学习能够舍掉跟不再跟这样的人来接触，因为他已经不爱你了。第三个，看不起你的亲戚，有时候也不需要太多去因为维持亲戚的关系需要去捧他还有当然就是虚情假意的朋友。所以能够相处的好的朋友，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没有真实的这样的朋友的友谊，即使这个挂着朋友的名字，也不是一个好的朋友。所以有些东西是需要舍去的。但是哪些东西是要拥有的？他这里说扬在脸上的自信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有自信，相信说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状态、身体跟身份，我们相信上帝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要有自信，对自己是有自信的。长在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善良，能够有善良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留下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融进血液里面的骨气。特别在这个世界的洪流一直在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维持住那样的一个骨气跟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
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在知识领域上面，在学术领域上面都是很有成就的人，我们是不是仍然有像过去以前人家讲说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风骨一样，能够坚持住一些的风骨或骨气？第四个，他说刻在生命里的坚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经过一些的历练或淬炼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坚定的信心，仍然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坚定上面能够持守住。有些东西该舍去，有些东西该留下来。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哪些东西是该舍去的，哪些东西是该留下的。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有点奇怪，而且有点残忍哈。各位如果看今天的经文，会觉得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叫人家把手砍下来，要挖眼睛哈，要什么把大磨石给丢在海里面？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很多人对这段圣经有很多的质疑。耶稣真的是叫我们把手砍掉，把脚砍掉，把眼睛挖出来，或者是把人丢到海里面去吗？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应该是故障了。好，我们来看一下42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42节的地方。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42节，一起念来。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好，这个图就是大磨石哈。各位如果有看过那个以前早期在乡下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地方会有这个石磨，那但是这个磨石是比较特别的，它是要用驴子去拖的，所以它是可以碾压一些的谷类。所以以前在中东的地方，他们常常用这种东西来压这个谷类，然后把它磨成粉。好，那这个东西是很重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一个内容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只看这个经文的里面的时候，没有上下文的对照，很多时候我们会偏离一些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耶稣在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带了一个小朋友到这个门徒当中来，他说天国就是像这样的小朋友在这里面，意思就是在天国里面的人是单纯的，也许是人不注意的，没有去看重他的，没有人去注意到这个人，但是天国的里面的人就是像这样一个单纯的，即使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仍然是单纯的在那里来这个来运作了，或者是说他仍然能够在那里来信靠上帝，他仍然没有因为人家不注意他，他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好像这个信心，或者是失去他的这样对上帝的持守的心。但是另外有一个东西要小心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也让别人会失去信心，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让别人会跌倒，或是让别人会失去他的信仰，或甚至是伤害了别人，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所以耶稣说要把这个大磨石拴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丢到海里面去，不是指这个小朋友，而是指着谁？而是使这个小朋友失去信心的人，使这个小朋友失去自信的人，使这个小朋友因此而失去他信仰的人。他说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存在，所以这样的人最好就是用大磨石把这个人拴在颈项上，丢在海里面，最好不要出现。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夸饰法，用夸张的话去形容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让你的信仰，或是让这个最小的一个小子，或是让最小的一个年轻人，他失去他的信仰，失去他的信心的时候，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存在。所以今天的这段的圣经其实主要在讲的是这个部分，有哪些东西是会让我们在与人的关系上出现问题，这些东西是要除去的。十字架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跟上帝的这样直的部分，是人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横向的部分是人跟人之间也需要在信徒当中彼此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做和睦。有时候我们的一个不经意的话，或是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言语，可能那个话语会像刺一样，会刺进人的心里面，以至于让人感受是不舒服或是不好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国家叫做古巴，各位知道吗？在美国的那个南部的地方，它是一个海岛的国家，是海岛国家吗？还是在
那个中美洲的地方哈，他的总统以前有个总统叫卡斯楚，知道吗？好，卡斯楚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为什么会走共产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看美洲，它应该是一个受美国文化影响很大的地方，应该共产主义比较不会有在那边横行的。各位如果知道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委屈，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今天这个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意思。卡斯楚小时候他在这个礼拜堂外面去游玩的时候，他想要看看礼拜堂里面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很多小朋友不知道礼拜堂里面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们想要去看一下。当然古巴那个地方是天主教国家，所以他去到那个天主堂，趴在墙边要去看人家在做礼拜的时候，有一个神父就出来告诉他说，你是穷人家的孩子，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就把他跟他的同伴都赶走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卡斯楚怀恨在心里面，他认为说这样的信仰不是他要的信仰，不是他的信仰，所以他后来就跟着共产主义走了。各位，到什么时候他才开始恢复他的信仰？到后来有一任的教宗叫若望保禄二世，可能大家有听过这个人，他去到古巴的时候，跟这个卡斯楚去做和解、跟原谅、跟饶恕，所以这个卡斯楚才重新又得回他的信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一个不小心的言语，或是一个言语的伤害，可能会让一个人偏离了上帝的话，偏离了上帝的路，或者是偏离他应该走的道路，去做了别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小心跟注意自己的言语跟行为。也许我们不是故意的，但是因着我们的言语跟行为，有可能让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得到了伤害。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他说最好就是把他用大磨石拴着，然后丢到海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提醒。有时候我们可能不经意的一个话，或是不经意的一个行为，可能就造成了让别人在信仰上的一个伤害。愿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爱心、信心跟清洁上，都能够使人得益处、得帮助。好，所以我们常常去花时间数算别人的罪，可是却很少去反省自己的罪。所以当我们要去指责别人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用什么样的话语，对人能够有好的提醒的功效，但是不会去伤到人家的信仰，或是伤到人家的自尊。所以圣经上面，如果各位看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恐怕它这个没有办法接受，而且还反过来咬你。对以色列人来说，什么叫做珍珠，什么叫做圣物？当你能够讲出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宝贵的珠宝、珍珠一样。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传递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丢在猪的面前，丢在狗的面前，它不会接受，跟不会去接纳这些的东西，它反而会过来咬你。所以好的言语需要有智慧，有聪明的智慧能够传递。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能够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提醒别人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决定跟安排。好，看下一页哈。马太福音的7章2节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所以圣经里面最常提醒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看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对自己是轻轻的放过，但是对别人的要求是很多的。包括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看别人服侍的时候，或是看别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叫做没有办法去包容跟接纳。台语叫做美贵吧，美贵吧的意思是说好像过不得你的眼睛，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就动不动就要去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或是去指挥别人要去做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自己。特别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批判别人或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所做的
也没有比别人好。前几天我在看这个一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奥运的选手，他们其实在场上都很努力，在那里这个拼搏，很努力在那里这个做好他们的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比赛。很多这些的比赛的运动员，他们都有一个感受，甚至有一个运动员说，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的家乡的人给他的评语，不是肯定跟鼓励他在场上的表现，而是骂他说：“你看你的这个球技这么糟糕，你看你打的球这么不好，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批评别人的人，搞不好不见得自己会拿球拍去打球，或者是自己是一个可以运动的人。所以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在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批评别人很多，但是我们自己却是没有反省的。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这个 John Owen 这个牧师他说，弟兄互爱的道德本分，彼此扶救帮补，应当照着时宜所要求，当尽一切的职责去行。所以我们爱弟兄爱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是这样尽力的去竭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以弗所书里面说要竭力追求和睦，竭力的意思就是用尽你一切的力量，用尽你一切的所能去维持跟维系那个和睦跟和谐在这当中。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牧师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一些的提醒或者是教导，而是我们在提醒别人或教导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要回转反省的时候，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免得去伤到别人的自尊，或者是让别人的感受是不好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43节以后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很残忍的经文。好，我们看4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3节，一起念来。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好像是很狠的。耶稣为什么要叫人家把手砍下来？耶稣为什么要叫人家把脚砍下来？耶稣为什么要叫人家把眼睛挖出来？成语有一句话讲叫做除恶务尽，意思就是你要很尽力的、很竭力的把这些的不好或是把恶给除掉。当你没有去尽力的除去这些恶的时候，有句话讲叫做春风吹又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说我已经把罪除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留下罪的根的时候，很容易又会再一次的会去引起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出来。所以上个礼拜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就有分享一段的话语，就是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当你看到别人做愚蠢或是罪恶的事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因为不要觉得自己那个少或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纯正可以坚持多久。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在别人的情境里，而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求上帝怜悯帮助我们。他说如果什么样的事情叫你会去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他说当你砍下来丢掉的时候，免得你全身都落在地狱的里面。有一部电影叫做《抢救爱情40天》，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有看过这个电影。它里面讲述的就是有一个消防员，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并不甚好。后来他的父亲给他有一本日记，那本日记里面就是告诉他每一天你要按照一个步骤去做这个事情，对你的配偶。那因为他本来是要跟他的太太要离婚的，那后来他的父亲经过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他尝试着，他说40天完成之后，你再考虑你们要不要离婚。所以后来这个弟兄他就很尽力的每一天去执行他的这个日记里面的工作。后来他执行到第3天、第4天的时候，他发现他执行不下去，因为他的太太始终对他没有任何的理睬，所以后来他想要放弃了。他的父亲跟他讲一个事情，他说如果你没有爱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你必须要有爱在你的里面，你才能够去这样的行动，而你需要从爱的根源或是从爱的源头里面去获得爱，你没有的东西是不能给别人的。所以后来这个弟兄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中，然后求上帝给他有力量去爱他的太太。他甚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拦阻他跟他太太的关系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在他的电脑的低槽里面，我相信很多男生应该知道，什么叫做电脑的低槽，就是低槽里面可能有放一些东西是情色的影片，或者是一些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他因为以前都看很多的这些东西，而没有去注意到他的太太，包括他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要除去。对他来说，那个电脑里面的低潮对他来说是等于是他的命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他存了很久的影片，存了很久的东西。但是当他要面对要爱他的太太的这个抉择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他的太太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电脑整个丢掉。他原本以为关机就可以，但是没有想到关机还是让他有欲望要去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他整套的电脑全部都丢掉了，把他整个都送去丢到外面去。对他来说，这样的样式就像什么？各位，如果你把它想象成这样的样式，像不像把你的手砍断、脚砍断，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一样？如果有一个东西你一直很爱，你一直被它绑住，然后突然间要把它给除去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是受不了的。所以耶稣说，倘若你有一只手叫你跌倒，就要把它砍下来丢掉；如果有脚让你跌倒，你就要把它砍下来丢掉；如果有眼睛让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丢掉。那个意思不是叫你真的把手、把脚、把眼睛挖出来，不是，而是如果你要跟罪远离的话，你必须要割舍这些东西。但是割舍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像你把手或是脚或者是眼睛挖出来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些东西会绑住你，让你不再去关注你的配偶？有哪些东西会绑住你，不再去关注你跟上帝的关系？有哪些东西绑住你，让你没有办法能够成为一个在信仰上很自由的，而是让你常常有这个罪恶的思想在你的里面？那些东西就是你该要去除去的，该要去把它切下来的。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汤马斯·华生这样说，他说：除非你厌恶罪，否则你不是真正的爱基督；除非你厌恶罪，否则你不是真正的渴慕天堂。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上帝，我们爱耶稣基督，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是没有真的把其他的东西拦阻我们爱上帝的这些东西给除掉。所以除非我们厌恶罪，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爱基督。如果我们没有厌恶罪，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来渴慕真正的天堂。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个爱不是还存有那么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十诫里面提醒一个事情说，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除了这位上帝以外，你不能有别的东西是可以取代你的。所以这个是不但是在信仰上，在婚姻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单独跟独一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基督教信仰好像很霸道，为什么只能够有一个上帝，不能够有别的上帝？为什么你只能够有一个神，不能够有别的神？就好像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会说只有这个人才是我的太太，只有这个人才是我的先生，是一样的意思。你不会说只有这个人是我的太太，你怎么可以这么独断？你为什么不去爱别的女人？你为什么不去爱别的男人？所以单一跟独一，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独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除非我们厌恶罪，要不然如果我们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跟罪相掺杂的时候，我们爱上帝的心就不是单纯跟独一的。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上帝不是要一个道歉的话，上帝要的是悔改的心。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我们的红本门徒上课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悔改这个字。悔改并不是指着我们只是一个认罪的说话，或者是一个认罪的言语。真正的悔改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转向上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你要脱离罪，最好的方式不是只有把它丢掉而已，而是你要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回到你的上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悔改不是只有言语上的这样的道歉的话，
悔改应该是真实的心在你的里面。你是不是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你的上帝？还是我们嘴巴里面说我悔改，我认罪，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没有转向上帝？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 John Owen 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应当谨慎殷勤各样的手段，保守顾惜属灵生命的圣洁的原则，让它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唯有你让圣洁的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你才能够去对抗那个罪恶，或者是才能够跟罪远离。所以有一个传道人，我相信很多人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叫葛理翰。葛理翰他的老师给他一本圣经的时候，带他信主，给他圣经的时候，给他提醒这句话。他说，这本圣经能够让你远离罪，但是罪会让你远离这个圣经，罪会让你远离上帝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跟上帝的话接近，还是要跟罪更加的接近？如果你不希望跟罪更加接近，那么唯独你要跟上帝的话接近，才能够远离罪。但是如果你离圣经越远，那么你有可能是在罪的里面，而你自己是没有知道的。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48节、49节的地方，耶稣提醒说，在地狱里面那个可怕的状态，让听的人知道说，如果我不是那么认真的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恐怕我将来要去的地方，在那里就有这样的状况。48、4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8、49一起念来。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地狱的里面有那个虫跟火，好像那样的东西，可怕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施洗约翰在宣告悔改的时候，他做这样的比喻，他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那个逃避将来的愤怒，就是指这样的意思。如果不是圣灵指示我们，如果不是上帝的话引导我们，那么我们恐怕是往地狱的路上在那里走的。所以他说：“谁指示你当行的路，让你远离这些的罪恶？”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罪恶，就是刚刚提到的，唯独你将神的话语摆在你的心里，让上帝的圣洁的生命成为你的帮助跟力量，你才能够逃避这个地狱的火。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天都在好像火的试验一样，都在试验着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这些的试探跟经历，所以不要以为别人的试探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很多人我们会说他们好像在财务上面是有问题的，在情欲上是有问题的，他们在权柄上是滥权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碰到。求上帝怜悯，让我们能够去远离试探，或是逃避这些的试探，而不是我们比别人强到哪里去。愿主帮助我们，唯有让上帝的话引导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远离这些的罪恶。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钟马田这样提醒，他说：福音必须从神的圣洁、人的罪恶、律法的要求以及罪恶的永恒后果来传讲。所以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单传讲上帝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喜欢听到上帝爱世人，上帝有很多的爱，上帝的爱是无限供应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常常去提到罪的后果，我们没有常常去提到在信仰上面罪，常常去认识到律法的要求，或者是这些的罪的伤害，让人的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福音不是只有讲上帝的爱，也讲上帝的公义。我们怎么样在上维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平衡？上帝的爱也能够看到上帝公义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在这里面。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50节这里提到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当有盐，彼此的和睦。好，所以耶稣在这里马可福音里面讲到了盐这个东西，但是跟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盐是不太一样的。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翻圣经的话，假如你自己有带圣经来，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里面，耶稣提到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他说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
这两句好像是内容是很相近，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里讲的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而言，我们好像是那个盐一样，我们是要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有好的行为让人可以看见。但是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这个盐，不是指着我们要做这个好的行为，或者是有好的这样的对世界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这个盐，指的是我们要彼此有和睦在这当中，我们要彼此有和睦在这当中。假如弟兄姐妹当中能够彼此有盐做调和的时候，或许两个人是不太一样的个体，两个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有盐的调和，以至于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这个是论坛报给的一个图片，他说耶稣的爱放在彼此中间，就让我们可以学习与彼此相处。所以什么叫做盐？这里的盐指的其实就是指基督的生命，那个和好和睦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跟不一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调和在这里面。所以马可福音里面讲的这个盐，跟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盐的那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马太福音里面讲那个盐，是我们基督徒要有影响世界的生命，让人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跟世界不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要有盐做调和、做和睦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这当中，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范围在这里面。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今天的经文有几个让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在基督里要接纳的是人的不完美。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要求别人做完美的人，好还要更好，或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服事的当中，我们也会常常去批判或是批评一些服事的人，或是批判别人的属灵生命状态。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给别人有机会，而且能够原谅跟饶恕人。有时候我们常常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却不是用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常常给别人很高的要求期待，但是却没有在主里面给别人有一些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求上帝给我们常常有再一次的机会，那么我们也应当给别人常常有机会的。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这个是跟大家特别介绍这一篇文章，有机会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让我有一些的悸动，就是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虽然它是一个商业周刊的文章，2021年3月31号，这个刘润这个人在商业周刊里面出了这个文章，他说有一种自律是克制纠正他人的欲望。恐怕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话的意思，意思就是当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要学习一个自律，就是也许你很希望要去讲别人什么，或是要提醒别人什么，但是有时候需要去控制跟克制这样的一个欲望。这个不单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先生常常会去纠正太太，或者是太太常常会去纠正自己的先生。我们有很多人是会去想要去纠正别人的，有这样的欲望，不是只有在家庭里面，包括工作职场，包括在教会里，我们也需要学习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去控制别人，或是纠正别人，说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怎么样，但是这些东西都必须要学习去自律或是去克制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学习自律，怎么样去要求自己，不是只是看别人不好，而是能够懂得怎么样去控制，不要常常想要去纠正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期盼，或是这样的一个期望。有时候别人做的不见得是跟我们一样的，但是他做的不见得是不对的，所以需要能够有这样的自律，克制自己纠正他人的这样的欲望。我们看下一页的地方。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若有人没有信心，那么我们就鼓励他；若有人软弱，我们就帮助他刚强；如果有人背离主，那么我们就尽力的挽回他。个人的重担要彼此互相的担当。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看到别人有很多不完美或不完全的地方，不是只是指责他、责备他说你看你这么糟糕，你这么不好，
而是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让他更好，或者是让他的重担可以彼此来分担。有时候我们常常做那个落井下石的人，就是人家做了不好的时候，我们常常再推一把，让他整个下去。其实我们应该是要帮助人，让人可以再更好，让他能够再更有信心，能够更有自信，能够再次的起来，可以把事情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我们能够更多的鼓励、爱心跟耐心在他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原谅跟被原谅是我们这一生都要去学习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常常也很容易去原谅别人啊，我们原谅你有饶恕啊，原谅。可是我们也常常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被原谅的功课。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被原谅的这样的一个雅量。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被原谅好像我比别人矮一截，没有。其实彼此的互相的原谅，彼此互相的饶恕，这个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最美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别人强，或是比别人好的。有时候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虚心的接受。但是当别人原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耐心的去接受这样的被原谅。不是我们比别人矮一截，不是我们原谅别人就比别人高一截，彼此原谅。当我们原谅别人也被原谅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获得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里面学习原谅别人，也被原谅。好，下一页。好，第二个，这也是今天为什么一直在讲要砍掉手、砍掉脚、砍掉眼睛的那个问题哈。第二个，在基督里我们要跟罪有分别的。好，所以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上帝喜欢定罪别人，不是，千万不要以为上帝是喜欢定罪人，不是因为掉入罪中，而是因为沉溺在罪的里面，不愿意去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能够原谅跟饶恕人，但是唯一没有办法原谅就是你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转向上帝。所以罪人为什么会一直在罪的里面，是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回转，而不是他不能被饶恕赦免。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跟罪有分别，能够回转向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跟态度，而不是一直沉溺在罪的里面。看下一页。所以没有什么罪太小，也是上帝没有办法鉴察，也没有什么罪太大，大到上帝无法赦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再大的罪，上帝都能够赦免。再小的罪，上帝都能够看到。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啊，别人看不到，这个只是小恶，这小罪而已，别人看不到，但是上帝是知道的。愿上帝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常常讲，但是我们自己却不一定会做得到。求上帝给我们常常提醒，免得我们去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却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发生的经验，以前我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各位现在知道那个台湾出去骑车摩托车出去是要戴安全帽的，可是你知道台湾人有个很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们会讲别人，但是自己做不到。我在屏东，在嘉东的乡下的地方，我本来以为乡下地方警察大概抓的都比较不严，所以我们去学校上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都还会跟小朋友讲说，你去这个外面骑脚踏车的时候要记得戴安全帽哦啊。结果有一次呢，我就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戴安全帽骑车，然后骑得很快，飙在那个很宽大的路上，乡下的道路都很大很宽的，然后没有想到居然被拍到了。然后这张照片流传到哪里？流到总会那里去，流到总会那边去的时候，然后总会寄这张照片来给我，说哇，我什么时候我被照到这一张照片，我怎么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是，不管距离多近，不管距离是一个多近的距离，我都要戴着安全帽出去骑车，免得被人家拍到说好像我们是会教导别人，但是我们自己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愿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是小的罪，都可能让我们需要去警醒。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小到上帝无法鉴察，也没有大到上帝没有办法赦免的。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我们不能温柔的对待罪行，但是我们需要温柔的去对待罪人。求主给我们有温柔的耐心去对待别人。也许我们可能对罪是要很认真的去面对，
但是我们对于罪人，我们需要有爱心跟耐心在我们的里面。有上帝给我们有多一些的爱心、耐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接受罪，但是我们接纳跟接待罪人。我们看下一页。所以罪跟恩典是不能同时掌管一个人的。你如果不是被恩典掌管，就是被罪掌管。所以求上帝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恩典的里面，而不是在罪的里面。常常给我们恩典来掌管我们的心。我们看下一页。好，第三个。这个也是最后的地方的提醒哈。第三个，在基督里，我们彼此要用盐来做调和。刚刚提到这个盐指的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和睦，或是彼此相爱在这个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的相合。也许我们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彼此的做调和。所以基督徒不成熟不成熟，关键是在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在主里面的冲突。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得别人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他做的事情不是我喜欢的，他做的事情不是我的 style 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用盐来调和。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或是每个人做的方式，也许都有他的一个原因或理由在那个地方。不是哪一个人是绝对的对，或是哪一个人就是完全的错了，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看下一页。好，看下一页哈。好，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张的图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彼此相爱，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在各位的左手边的那个图片，好像哇，我们大家都是天使，然后彼此这样互相的拥抱和睦，不是这样，而是在各位的右边的地方。也许我们都会有刺，彼此都会有刺，但是那个彼此有刺，这在刺的当中，我们也彼此的包容跟接纳，那个才是真正的和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到教会里面，大家都变成那个光明的天使了，不一定。有时候我们身上还会有刺，那个刺是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也许我们会刺到别人，当我们包容接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别人也会包容跟接纳我们的一些身上的刺，让我们可以在彼此有刺的当中，也仍然能够彼此相合跟彼此相爱。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卡内基他在他的一个内容里面讲的，他说，如果你是对的，就试着用温和的技巧性的方式让对方能够同意你，而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让对方来同意。所以也许你的意见想法比对方好，这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试着用温和的、用技巧性的方式让对方能够同意，而不是用位置或是你的权柄或权威去压迫别人，以至于让别人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建议或是意见。有上帝给我们有温和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也很有技巧的能够让别人能够来接纳我们所给予的这样的建议。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哥罗西书3章13节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多给别人有机会，让别人也有机会能够被包容跟接纳。我们也期待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别人包容跟接纳我们。所以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他说，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怎样来饶恕人。好，最后来看一下结论的地方。这里提到说，赢得基督的人是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失去的，其实是没有失去的。也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很想要去为自己要去得些什么，或者是要为自己去伸一些什么样的冤，或是我们想要去为自己去夺回些什么。但是得着基督的话，你就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哪些东西是要去分开的，要隔开的，要丢掉的，有哪些东西是要拥有的。有上帝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去获得这些。唯有得着基督，就没有失去任何的事物。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以得着基督为乐。当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东西是失去的，或者是不再有的。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约瑟，他的经历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他也许失去了很多，他也许被他的哥哥出卖，被他的老板娘出卖，被他的狱友出卖，但是到最后
上帝提升他、提拔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原来他过去所失去的一切，都是为了造就他的现在。愿上帝帮助我们，唯有赢得基督的人，没有失去任何的事物。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以得着基督为乐。也许看起来你好像吃亏了，好像觉得别人这个没有理睬你的建议，或者是没有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我们能够用温和的心去帮助人，让人可以渐渐的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有时候会失去面子，也许我们会失去一些这个别人的尊重，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赢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失去任何的事物。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无法去理解，但是我们相信你有很多的事情给我们学习的功课，给我们有爱心跟耐心，特别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哪些东西是需要去除去的，哪些东西是要留下来的，给我们有好的智慧聪明，能够学习做判断。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得着你，让我们能够得着你，就得着了一切。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日常的生活当中，也都尊你为大，把每一件事情都让你成为我们的首位，让你做我们的主，在每件事情上面，你的话引导我们，你的话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不偏你的道路。但是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愿你也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也让我们接纳跟接受别人的建议跟意见，使我们能够回转，并且能够回到主你的心意里面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着，请我们用马可福音第9章50节，我们一起大声念一遍，来回应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请。但是，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马可福音9章，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比诗会来得认真。好，接着我们用诗歌一起来回应。相聚在爱里，我们坐着唱全首，请。那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早上能够听到你的信息。求主不要让我们在罪里有份，也求主让我们远离罪。我们靠的自己是万万没有办法，唯独主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远离试探，求主在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此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微薄的金钱，我们做教会圣工的使用。求主圣化，求主悦纳。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起立。接着我们来问安，我们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请。我们起立，彼此拱手问安。好，谢谢，请坐。因时间的关系让我来简要的报告。我们看教会消息跟肢体消息。请各位弟兄，我们来看第4项。10月3号有小组会议跟执事会议请相关的弟兄姐妹服事的同工注意这个时间。再来第5项，2022年新任的执事同工的名单呢，会在这个公布栏公布3周。公布之后呢，如果对人选没有异议的话，将在记议会中接纳来授予新的职务。那我们请再看第7项，从10月3号开始，台语礼拜恢复在1楼聚会。那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台语崇拜，还有亚比斯的聚会。再来，请看这个第10项，教会高中有关于申请青年学子申请奖学金的事情，如果符合资格，请尽快在
这个办公室缴交资料，在9月30号要截止报名。好，请看肢体消息，我们这个为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们的这个身体有需要照顾需要看护的，求主多帮助他们，尤其最近在施打疫苗，求主帮助，让我们在打疫苗过程中有平安。以上在这里隆重介绍一位新的来宾新的姐妹，叫王文琪，是不是姐妹吗？好。旁边有人可以介绍吗？哦，好，好，欢迎，欢迎，欢迎，好。来，牧师有没有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等一下成人主日学，我们有3个班所以请大家准时就是到各个班去上课。我们这一周有多了另外一个班，就是我们的这个圣乐赏析。那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唱诗歌的宗教所以我们其实唱诗对我们基督信仰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保障。那有很多好的诗歌是我们可以需要去学习的。那特别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学音乐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所以希望我们那个很多年轻人如果从小或者是我们年轻的孩子当中能够有机会就浸泡在这个音乐的这样的里面，我想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文化跟美好的这样的传承会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所以当然你说我们稍微年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的程度了，或者是说有一些的音乐素养，更适合让我们能够来上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今天会有3个课会开，2楼会有201教室有罗马书，那205教室有启示录的课程，那我们的1楼的副堂有圣乐赏析，所以弟兄姐妹可以如果不急着回家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上课跟操练，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跟着老师来学习。那我相信有很多美好的宝藏可以从老师们的身上可以挖掘。这样，谢谢。特别为我们的这个诗歌赏析这个聚会呢，来特别广告一下。等一下，如果你不急着走的话，11点半，我们1楼副堂有诗歌分享，那么由我们天意弟兄来带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些福音歌曲的来龙去脉要现场的这个吉他演奏那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不急着走的话，来共同参与。补充报告一下我们这个班里面有这个白发王子团，所以如果各位想要看一下白发王子长什么样子的话，欢迎来参加这个课程好，请起立。唱完上一颂，我们请牧师祝福祷告。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将你属天的生命这样的盐的调和放在我们的当中，好让我们与人相处的当中有盐做美好的调和在我们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求主垂听我们祷告，也祈求主差遣我们，默祷散会。